这曲正出名的画家部下，唔那是新技术的代表人物，伊的作品也是这曲珍贵的国宝。因为疫情关系，这艺术展览有延后时间，12月18就要正式和大家见面了。 有路的线条内底看到女性柔美的形象。这个彩色的石板画是捷克出名的画家穆夏，在19世纪末期替戏剧《吉斯梦探》画的剧场海报。那在当时造成轰动，也是新艺术运动上较有代表性的作品。那个你也在讲就水，5岁，再被邀请了6位的绘师，因弄其中穆夏风格的英雄的人。 我们这边也画作动的展览来的展出。影形穆夏的艺术展经历疫情1500个多月，计共200多件的作品，即马总算在18要在中正纪念堂展览。对穆夏早期的手稿、收藏品，也有用 VR， 要让民众感受穆夏的美学观，也有伊结合网架新形态的艺术景象。See, having this exhibition, it shows one thing. That there is quite a vast cooperation, culture. There is a possibility for cultural cooperation. We are trying to promote Czech culture here. We are trying to get Taiwanese public more familiar with the Czech history. 捷克在疫情期间，唔那关荷兰真侪疫苗，在这阵疫情艰难期，也斗分享因国宝级的艺术家作品。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。